望一下身後，我哋理學院嘅標誌已經亮咗燈啦。即係作為一個理工嘅大學啦，咁我哋有一個好嘅理學院咧，係一個即係我哋期待咗好耐㗎啦。咁我哋希望喺呢個嘅大學嘅支持底下啦，咁同埋我亦都係首任嘅理學院院長啦。咁我嘅抱負都好大嘅，咁我希望有好多個30年嚟緊，咁我哋期待啦。咁院長工作要帶領這個學院同埋亦都成間學校可以向某一個方向做得更好啦。咁當然入裏邊有包含好多元素嘅，咁譬如可以俾一個好平台，所有嘅年輕科學家即係做好教學同埋研究啦。咁而家亦都當然多啲時間講求一啲嘅即係 KT 啦，即係知識轉移啦。我嘅責任就係希望成個學院喺唔同嘅範疇有個平衡啲嘅即係取態啦。我都唔會放棄我自己科研嘅，所以我好多時候都係可能晚上先做我嘅科研啦，日頭我都係兼顧基本上所有嘅行政工作。夜晚翻嚟就睇下啲學生有咩問題啦，或者睇下佢當日嘅實驗成果係點啊。咁啊，同埋我哋都會經常organize一啲嘅 meeting，咁就每次都會啲研究生分組咁啊，即係講一講佢哋嘅進度啦。咁有時就都會花比較多時間喺呢個討論裏邊嘅。我咧係24小時運作嘅，咁啊當然我哋有工作時間嘅，盡量鼓勵啲同學仔喺某一個 working hour 裏邊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學生都好勤力嘅，佢哋有時做到2、3點都唔走嘅。我都做到嘢㗎。咁我嗰時我記得我老師都成日話唔好咁夜啦，早啲翻屋企啦咁。黃維揚教授係香港理工大學理學院嘅院長，作為化學家嘅佢，仍然有自己嘅實驗室同研究組，進行光電能源轉換材料嘅研究。咁我哋特別做得多係一啲新材料嘅研發啦。咁譬如我做嘅好多係一啲發光材料啦。咁發光材料喺好多應用，包括喺譬如 OLED 啊，或者係一啲嘅照明系統啊，或者係一啲生物嘅醫學應用都有嘅。咁 OLED 就係用電能轉化做光能啦。佢係有一個機理就係將electrons同個 host 咧，我哋叫 combine。咁combine之後就會產生一啲叫做激子 X 材。咁呢個 X 材可以係我哋叫 singlet 或者係 triplet 嘅。咁呢啲激子咧喺一啲情況底下咧，佢會發光嘅。咁我哋做得比較多係一啲叫做熒光材料啦。佢嘅好處就係佢可以用到呢個 triplet 嘅 X 材。好多文獻都知道啦，就係單靠 singlet X 材去發光咧，佢個效率就唔會太高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用 singlet 跟 triplet 一齊用起嚟咧，轉化嘅能量效率就最高嘅。雖然話係有好多實際應用，但黃維揚嘅研究更多係集中喺基礎科學，嘗試探討化學反應嘅本質同埋機制，希望揾到物質同埋能量變化嘅模式。長遠嚟講，可以解釋到呢啲變化嘅原理。咁我哋之前就聯合咗啲國內嘅研究嘅組啦，合作，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即係世界突破性嘅效率。咁我記得2009年咧就發咗第一篇嘅文章啦。咁當時我記得個 power efficiency 可以做到大約20個 lumen per watt 左右。咁就應該喺18年度啦，咁我哋再發咗篇文章，就將個效率就應該提升到10幾嘅。當時我記得篇文章嘅題目我哋都係寫話發光嘅容易加工嘅 OLED 咧，佢個效率就已經係 comparable to 嗰個熒光光盤啦。我哋要解決一啲嘅污染問題，我哋需要一啲好嘅 energy source。咁而家好多世界各地都係好即係對 energy research 好重視嘅。咁所以我哋嘅科研都離開呢個領域啦，希望喺無論喺 OLED 啊、太陽能電池啊，或者係譬如頭先光電催化裏邊咧，都作出一啲貢獻。雖然呢間實驗室唔會有好多奪目嘅新發明誕生，但係佢嘅研究結果就被其他科學家廣泛引用。由2014年起，黃維揚連續7年入選權威機構嘅高秘引學者名錄。佢亦係首位華人獲得英國皇家化學會過渡金屬化學獎，而佢嘅努力亦令佢分別喺2013年同2020年得到國家嘅自然科學二等獎，同埋香港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嘅榮譽，表揚佢喺化學上嘅傑出成就。他肯定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者，應該是我們香港理工大學裡面最優秀的一個學者之一啊。那麼有一個叫斯坦福大學排名，在他自己那個學科叫有機化學與核化學呢，他應該是排在世界最高的是排前25啊，所以這個已經是非常高的一個排名了。那麼另外一個，比如說我們在香港有一個研究資助局，每年會有一個少量的這個學者被選為叫做 Senior Research Fellow，他是第一屆我們學校當選的唯一的一個學者。這都說明呢，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者。他還這個參選過中國科學院士啊這位候選人啊，所以我們對他是這個學術成就是非常認可的。因為我屋企裏邊係最細嘅，咁所以我父母咧就比較管得嚴嘅。咁通常我一放學就翻屋企啦，翻屋企就通常睇電視啦。咁啊4、3年穿咗屋企啦咁啦，咁啊都冇乜特別好多話課咁。咁我印象小學就更加特別啦，小學喺屋村咁啊望落下面個球場。咁其實我間小學喺我望落樓下嘅咁啊，咁我成日喺個屋企10樓咁望去睇到個籃球場，睇人打波咯。自己其實好想打嘅，不過冇機會打。黃維揚初中嘅時候讀官校，成績平平，加上低調嘅性格，喺學校係一個唔太起眼嘅存在。青少年時期，只有超人陪住佢度過每一個唔使翻學嘅日子。咁啊，其實我都好中意行文超人嘅，阿爸係我個年代嗰個兄弟啦。佢一首歌一哼起上嚟就即刻聽得記得啦。咁啊，而家都會收集下呢啲咁嘅玩具啦。中意可以因為童年嘅時候就係望住佢長大啦，即係望到佢個樣就已經諗翻起好多以前嘅。會考放榜，黃維揚唔能夠原校升讀中六，要轉去屋企秀茂坪附近嘅寧波工學，估唔到咁就改變咗佢嘅一生。入到嚟之後同我哋都比較融合嘅。咁啊，我記得我好似喺第一個學期定第2個學期咧，就已經俾佢哋選咗做班長啦。咁我自己覺得喺一個外來生嚟講咧，佢哋選我做班長係比較驚訝啦。咁我當然我照做好我嘅本分啦。咁跟住所以好多活動佢哋都同佢哋一齊去玩啊。呢張相我應該嗰陣時已經入咗 OU 啦，跟住請翻啲畢業生翻嚟，即係同啲同學仔講一講即係個經歷啦咁樣。咁咧其實喺我腦海裏邊呢間學校好多老師我覺得都係好嘅。有時喺嗰啲測驗卷上邊咧，即係個分數隔離會寫翻啲鼓勵説話，會令到我知道我係有能力嘅。
超人同平凡人其實只差一線。黃維揚就喺16歲嘅時候遇到一班好嘅老師，將隱藏喺岩石入面嘅寶石發掘出嚟，準備即將來臨嘅磨練。好坦白講，我又唔係話即係啲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化學嘅人嚟嘅。老實講，中學都係做一啲已經有人做過嘅實驗啦，咁唔係一啲科技研究嚟嘅。最重要就係因為我去咗讀研究生院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更加對化學研究有興趣啦。原來科學研究係咁特別嘅。亦都當你做咗啲嘢係冇人做過，咁你又覺得嗰個滿足感啊，嗰個成就感都係有啲嘅咁樣。我都覺得自己係年頭嘅，總之邊個人幫過我嘅，我都會好記得嘅。包括即係喺我事業上啦，或者生活上啦，我覺得我都係好記得嘅。咁其實我算係記性比較好嘅人啦。當時都係日日喺度做 lab 嘅，所以其實基本上都除咗諗即係研究之外咧，都唔會諗太多其他嘢嘅。唯一好特別就係去到研究生嘅時候咧，啱啱嗰陣時澳科即係 Maywing 嗰度就開放咗做研究生嘅宿舍，咁就我可以喺入邊應該住咗2年度啦。之前我同人講我都住過 hall 啊，點解做過大學冇住過 hall 好似爭啲嘢咁。我如果冇記錯咧，應該當時係住喺呢度有即係喺個角落頭嗰度啦。要揾下，不過好似我印象係單邊即係靠近一邊角嘅，不過我唔可以 check 如果 number 係咪即係我住過嗰間啦。不過我記得係2樓嘅。呢度以前係有個舊嘅 chemistry building 嘅，咁我入學嘅時候都喺呢度上過堂啦。我讀 PhD 嘅第1年都係喺呢度做實驗嘅。呢度以前有個草地嘅，我記得嗰個 campus 咁啊，好多時候我記得就係8點半上堂嘅，嗰個一出飛頭好大下嘅，即係都好有印象啦。大學3年級嘅時候，黃維揚遇上咗佢人生最重要嘅伯樂。當年我就開始就物色緊一個博士嘅老師啦，而黃永德教授就啱啱嗰年嚟咗港大任教。即係硬住頭皮咁試下揾下佢啦，覺得佢好年青啦，同埋啱啱喺劍橋大學翻嚟，我一揾佢嘅時候，好快佢已經接受我啦。我係佢嘅第一個學生，咁就有機會同佢一齊去 set up 個 lab。咁當時就經常大家都即係搞個 lab 搞到好晏嘅。我30年前跟你咧，我發覺揾咗一張咁嘅紙，係當時1992年你俾我做嘅第一個反應。你講真㗎？3年擺咗真係。係啊，其實仲有其他嘢㗎，仲喺度。其實Raymond 係我第一個學生，當時好多謝 Raymond 幫手嘅。如果唔係個實驗室咁樣，好難即係能夠由冇變成有咁樣好多工作嘅。始終我哋得2-3個人啦，咁一次即係做呢個實驗室，咁就好多嘢我哋都要去一齊做。老師。Raymond 咧就有幾個好重要嘅個人特質，我哋覺得係即係對於即係作為一個學生嚟講，我哋覺得係非常合適，即係深深吸引咗我。咁佢係一個唔多講説話，係一個思考型嘅同學。另外一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條件咧，就係Raymond 係唔會放棄。作為科研嘅人員咧，呢一個又係必須要有嘅條件嚟嘅。作為老師，責任係傳導、授業、解惑。作為科學家嘅老師咧，見到有難得嘅人才，就要盡力去培養佢，因為科學嘅突破往往唔知道幾時會降臨，但係就一定唔會發生喺冇準備嘅人身上。有機會作為佢嘅老師，咁就好似諗翻古代嗰啲師傅同徒弟，咁師傅係真係有義務同埋有需要替個徒弟諗佢將來嘅前途。即係如果你都記得嘅話，嗰陣時Texas A&M 嘅Professor Cotton， 當時佢係嚟過香港，就同 Raymond 面對面傾咗成個幾鐘頭。咁喺老師嘅辦公室。咁跟住Cotton 就同我講話：你可唔可以俾Raymond嚟我度？我即刻話得啦，梗係呢一挺大公司唔係日日收人㗎嘛。之後我哋就安排咗 Raymond 去嗰度做 postdoc 做 visiting scholar，作為一個訪問學人做咗1年度。咁跟住喺美國呢1年佢嘅工作非常之有成果。後來我有機會見翻Cotton教授，佢都講Raymond就講到天上地下無，好犀利。咁就有機會去咗美國之後咧，黃永德教授亦都即係推薦我去劍橋，佢以前母校嘅2個老師，咁亦都有幸跟到佢2個老師啦。咁跟住做咗1年喺英國，即係就有幸就翻到嚟香港啦，咁就去咗浸會大學就任教。就算我做緊老師嘅時候，佢都會好多意見我，即係譬如有咩應該注意啦，或者佢都好關心我你今年攞唔攞到分定啊？憑住佢嘅知識同經驗，黃維揚翻到香港，好順利地得到浸大嘅教席。其實佢仲喺港大讀緊博士嘅時候，老師已經叫佢嚟浸大，跟黃偉國教授學習使用化學分析儀器，建立咗良好嘅關係。兩部400吋。係。以前咧啱啱嚟你部嗰部270咧就已經 scrap 咗啦。OK。嗱而家咧你啲機咧冚唪唥嘅 automation 嘅，你撳個掣咁就可以轉嘅。嗰陣時我哋用270咧，如果要轉嗰個 probe 咧，我哋要用手喺下邊校到啱就要 check 過。嗰陣時係複雜好多嘅。Raymond 咧，我其實咧做學生先我已經識佢，未做 postdoc 之前。咁主要原因咧就係嗰陣時咧，佢過嚟浸會用啲儀器。咁我儀器裏邊咧，即係有啲嘢咧係我係比較熟悉，我教佢點用同佢一齊合作。當時咧亦係申請咗個 grant 買一部儀器係 X-ray crystallography。咁Raymond 咧就係嗰邊嘅 expert 嚟嘅，佢用嘅，所以咧就特登請佢翻嚟，咁同希望佢可以 look after 埋嗰部儀器。呢個仲喺度喎，呢個就係喐啫嘛，仲喺度啲嘢係。呢個就係我花咗10幾年時間錄住佢嘅。兩部，你嗰部好似呢樹嘅。呢度係我應該1998年啦，即係正式喺度做助理教授嘅時候咧，地方就分配咗呢度，其中2條 bench 請我嘅。咁嗰陣時就都因為呢個地方本身係地方有限啦，所以嗰陣時都已經好開心㗎啦，有呢個叫 full bench。咁亦都有2個 finger 俾我去做我啲寫實驗啦。呢個叻喺樹啦，齊整咗啦，而家仲有咩用啊？而家 OK，呢個 finger 都唔咗位。咁後期就研究組開始越嚟越壯大啦，咁就地方都好支持我嘅，咁所以就都俾埋另外2條 bench 我。咁開始喺呢度好多我嘅研究成果咧都喺度產生嘅。咁
咁我喺呢度度過咗16年嘅歲月啦。咁尤其係 X-ray 嗰間房啦，咁我本身其實係負責嗰部儀器嘅。咁好多同事即係會有啲 sample 俾我去做測試咧，其實我都係主要係我負責幫手做嘅。亦都可以 promote 到我同啲同事好多合作啦。由呢間小小嘅實驗室開始，黃維揚打出自己嘅天地，建立自己嘅品牌，為科學作出重要嘅貢獻。歐雪明能源教授席由歐雪明小姐捐贈。我期望咧通過同理大嘅合作，推動呢個科研發展，研發出可持續、清潔同埋再生能源。我哋咧目標係希望出版一啲有富有影響力嘅科學論文，同埋開發新嘅產品。做完啲實驗而證明咗佢係啱嘅，咁我哋通常會發表啲研究論文嘅。咁呢研究論文最後係其他人都會睇，或者甚至引用，或者係對後世嘅科研有繼續有貢獻嘅。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即係用途啦。咁我記得有時我屋企人都會講㗎，即係到你即係歸天啦 ，OK， 你啲嘢都仲有人睇緊，咁所以我而家都努力啲發文章，希望後世都記得我呢個人。